美国参议员马克·鲁比欧给大众汽车集团管理员会主席赫伯特·迪斯致信，要求该集团说明与中国两家公司的关系，并指出这两家中国公司涉及到人权侵犯等行为。这两家公司分别为浙江华友库业股份有限公司和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信中，鲁比欧写道：“我要求提供有关大众汽车最近与中国公司华友库业和青山控股的合资企业的额外信息。这两家公司都与侵犯人权的行为有关，涉及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贩卖人口和强迫儿童劳动行为，涉及到中共对维吾尔穆斯林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以及涉及到对印度尼西亚关键雨林栖息地的破坏。”北京当局周六宣布，北京餐饮经营单位在五一假期期间暂停堂食服务，改为外卖。该规定将持续至5月4日。不仅如此，北京还试行五一期间进入公共场所需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的新规。各类公共场所包括北京市内的郊区和景区、酒店、民宿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莫斯科对欧盟国家和土耳其的天然气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26.9%。与此同时，今年前4个月，俄罗斯通过西伯利亚管道向中国出口的天然气增长了 60%。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宣布，因乌俄战争，乌克兰港口停运了450万吨粮食。声明补充说，世界需要这些被拦载的粮食。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吉约耶夫在开斋节之际签署了一项法令，赦免了65名囚犯。根据法令，在大赦的范围内，65名囚犯将受益，其中41名囚犯将被释放，24名囚犯将被减刑。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在民族和宗教节日之际宣布大赦回国罪的囚犯。在开斋1个月的直接结束时，世界各地穆斯林迎来了开斋节。开斋节是全球穆斯林庆祝斋月结束的节日。开斋节是加强团结统一、增进兄弟情谊的特殊日子。作为东突厥散文化和新闻中心，我们希望今日开始的开斋节能够为包括被压迫的维吾尔人在内的全人类带来和平、安宁和幸福。祝你们节日快乐！我们祝愿所有的被压迫的穆斯林，包括中国压迫下的东突厥散穆斯林，早日获得自由。